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11月18日，呼召与勇气8，上帝会使我们成功。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2章19到20节。20节这样说：我回答，天上的上帝会使我们成功，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开始重建。你们不是耶路撒冷的一份子，你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产权。这是我们今天要 RPG 的金句，记载在尼希米记2章20节。爱迪生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曾经说过，伟大人物的最明显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变换到何种地步，他的初衷与希望仍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终于克服障碍，以达到期望的目的。尼希米是属于爱迪生口中所说的伟大人物吗？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参巴拉、多比亚，圣经竟然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因为要好好说他们呢。和一个叫基散的阿拉伯人，听到我们计划要做的事就讥笑我们。他们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要背叛上帝吗？说风凉话，对不对？从前几天我们一直看我们一起来建造吧。但这一批人参巴拉、多比亚，这些叫做基散的阿拉伯人我们想他们说的话，大概可以推测他们内心，他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而我们知道这个恐怕是有敌意的。那我们看尼希米他怎么回答。他说：天上的上帝会使我们成功，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开始重建。你们不是耶路撒冷的一份子，你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产权，讲得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遇过那种很霸气不讲理，那么可以知道他背后的用意是恶意的？我们有遇过吗？那我们要被他恼怒吗？我们可是要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来学习尼希米怎么对付这帮人他们这些人他们恶人先告状其实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看到以斯拉第4章的时候有说嘛其实他们是这个站在另外一方，他们不希望犹太人这个被这个城墙盖起来，因为这个是有关国防的问题。所以他们看到他们要开始重建呢，他们就心怀不轨图谋不轨就说你们呢是要背叛波斯王你们想要这个挣脱波斯王的管辖呢？你们糟了。他们的心就是有意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知道人的心，人不知道，但我们的神可是很清楚的。这帮人他们想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阻挡神的事工。如果我们是站在神那一边的，我们可千万不要被他们吓坏。因为这一帮人他们装出来是维护王室的姿态，骨子里其实他们是自身的利益，为自身的利益。他不提自己已经获得这个尼希米，他并没有提到他已经获得王的授权。或许他们根本也知道了
带他们去这个尼希米站到更高的位置层面来回答。他说什么？我所靠的这位上帝可是掌握宇宙大权的神哦，这一位上帝啊，可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的这一位上帝一定会让我们成功，一定会让我们成功，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哇，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对这一位神这么有信心的尼希米，我们想他不会成功吗？一定会，是因为他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所相信我们祷告的这位上帝，我们认识有多少呢？我们是站在道理上跟人家讲而已吗？今天假如尼希米跟这一批人站在了位置，只是说你们是要背叛皇帝哦，然后如果尼希米又是跟他们讲对呀，那我们其实没有啊，我跟你讲，我们已经有皇上的批准啊，我们跟他的是那个位置是同样高度的，赢不过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可是要认这一位比他们更高的，我们要呼喊，我们要把我们的神的名提出来，使我们的敌人真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我们能不能说天上的上帝会使我们成功？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正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的高度在哪里？我们相不相信天上的上帝使我们成功呢？如果我们站到这个高度，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就做吧，我们要开始做吧，我们不会那个困难，因为我们的主是可以给我们依靠，我们是让他大能大力所挽回回来的。甚至尼希米进一步说，你们不是耶路撒冷的一分子，你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产权，直接就告诉他们了，他们一点法律的位分都没有，只是他没有讲你们不要吵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位分吗？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有产权吗？我们是神的国度的一份子吗？如果是，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遇到那个讥笑我们的人，我们遇到那个恶意要阻挡我们的人，我们真的就不用怕，我们就只要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是如何，我们记得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达到那个目标。因为天上的上帝会使我们成功，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参巴拉等人啊，这些人什么原因要阻挡城墙重建工作呢？尼希米又是怎么样针锋相对的？给我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儿女，在这世上生活，我们真的是不容易，但主有你可以与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决定要在地上活出天上国的高度。谢谢你应允我们，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
你会使我们成功，只要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与神是一致的。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们有勇气。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活出在主里面的成功，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哦。我们明天见。